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Cass 啦。我今日轉下主題，由彈鋼琴變咗講故事。哈哈，呢啲故事係俾小朋友睇㗎。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嘅話，記住可以俾佢哋睇啊。我今日講嘅故事係《白海豚奇遇記》，由楊小金作嘅，蘇欣畫嘅。喺碧波萬頃嘅海面上，隱隱約約有兩個光點，由近同遠嚟嘅，化成兩片白色嘅背鰭。佢哋忽然一轉，露出咗夾住喺中間嘅另一個小小嘅黑鰭。爸爸媽媽喺度帶住好幼年嘅小白學點樣捕獵呢？白海豚繁育周期長，基本上都係一胎制。小白無異於爸爸媽媽嘅，都係嘅掌上明珠。冇睇佢而家好細好唔起眼啊！長大一定係一隻好可愛嘅白海豚嚟㗎。媽媽，快睇啊！嗰度有好多魚啊！小白興奮咁樣大喊。孩子千祈唔好執咗人類嘅漏網之魚啊！非常危險㗎。爸爸急忙去阻止。小白咩都唔明白，都唔在意有啲咩危險，仍然向嗰一大群魚飛過去。小白一將個頭入去，魚就冇食到，就俾漁網纏住咗啊！佢越掙扎就越緊，背鰭就俾割裂啦。兩眼無望咁樣望住爸爸媽媽。媽媽發出嗚咽嘅聲音，爸爸都傷心啦。呢個時候，船上嘅探出小頭，小男孩藍藍望住被困嘅小白，曬到流抽嘅小身板試住拉住漁網，但係太沉啦，佢想盡辦法。我暫時錄到呢度，如果你哋想睇埋落去，就記得 like、留言同訂閱啦，拜拜。